明白大家没不客栈飞面话，行业明天都是我们客栈飞面话，面话是客栈，面话是客栈，微博熬住，微博熬住，熬住弄六点。了点和一度和一度半点储存半点储存开罗伦他就写着微博熬住弄六点和一度半点储存微博熬住弄六点了点就是fig就是无花果和一度学一条半点储存点就是木就是树，储存就是发芽，就是这个树刚发一个芽就储存。半点储存，微博熬住弄六点和一度半点储存。要做就像一只风筝，飘落遥远的泰国地，兄弟天涯两分离，何时才能再相聚？啦啦啦啦啦啦，要做兄弟在何方？家乡亲人在盼望，啦啦啦。